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银。新闻就开始来关心金仔店的抢案。即咱知影，新北市3联堡一间金仔店昨早起呢，和3个抢匪呢走入去了后，毋若甲即个头家喷咸椒水，佮共拍，并且甲绑起来，抢走偌济金仔，市价超过3000万的金仔。警方伫中和成立了其中一个嫌犯，率来伫花莲抓到另外一个70岁姓陈的嫌犯。这个姓陈的嫌犯是前科累累，较早犯过真济抢案，是真出名的珠宝大盗。连这个警政署长陈家钦拢提醒专案小组要注意，因为这个姓陈的抢匪会牙前甲对方拼，甲警方拼。后来呢，这个第三最后这个嫌犯。是一个在逃的50岁，这个姓王的共犯，嘛伫三角巷抓到，有超出1批金仔，目前要伫清点，这个案件正式破案。抢银楼姓陈的嫌犯拄落火车，也袂受欢迎，就叫警察压掉火。姓陈的嫌犯身躯顶炸两支枪含枪支，已经做好随时和警察车拼。伊是新北市三珍堡银楼抢案第2个扣抓到姓陈的嫌犯。警察嘛敲到，伊伫咧走路进前，先甲80两的金仔藏伫咧高雄姓夏的查某人因兜。警察嘛甲这个查某人带倒去问话。这个强盗集团啊，曾经在案发前几天，就曾经到这个案发地点来做会勘所以这一团是老手。18号下晝9點外，銀樓頭家才拄拍開鐵門，就雄雄有3個歹人走入來，提款井水一直噴頭家。這3個歹人分工合作，一個看頭，一個搶鎖匙，一個搶櫃台金仔，互銀樓損失超過3000萬。嫌犯搶到金仔了後，坐客運車、騎機車走離開現場。警察先伫咧中和抓到姓皮嫌犯，隨來閣伫咧花蓮抓到姓陳嫌犯。伊過去犯真濟件社會案件，都含警政署長陳家钦知影消息了後，遂通知專案小組愛特別細膩。假借就医又越狱逃亡，陈家钦署长再把他抓回来，他要我再三提醒专案的同仁，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犯罪集团。即马知影这3个嫌犯因拢有熟悉，嘛怀疑因早就计划真久，当头白日好打抢劫。专案小组中途伫咧三劫抓到第3个姓王嫌犯，有金仔。即马当伫咧调查数量，专案嘛宣告破案。